新营的大庙济安宫举办恭送代天行寿游王公回驾的活动。今天农历10月15啊，一大清早4点就出发，到集水溪，到南边的集水溪堤防旁边，到集水溪畔举办清水恭迎接代天行寿游王公的活动。5点多就完成仪式，回到大庙还亮6点，晚上10点半就要出发，然后晚上11点要恭送游王公代天行寿回驾，也是要到积水溪看。